盐水永城戏院呢，在那个月津港的北边呢，在日治时期好像是米厂的仓库还是什么，后来又变成那个电影院，后来没落，是最21世纪了才又整修又重新开幕了哈，要办研讨会啊，或者是办影展啊。哦，元宵节赏花灯、艺术品呢，都到这附近来。那个水道两旁的，你看都在整治的，都在整修整治的。哎呦，远方那个就是文旦，那么大粒的文旦呐、文旦种在盐水可以种成功啊。远方看去那个就是文旦树，柚子文旦的树。